苗圃八福第3課，笑口常開，踢走憂慮恐懼，喜樂平安。第7天，詩篇18章3節。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，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。詩篇18章3節。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，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我讚美你。當我為現在的困難讚美你，我知道你必救我。我越倚靠你，你必垂聽我的呼求。求你幫助我忍耐到底，必得拯救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差派讚美的天使為我爭戰，打敗一切仇敵。我拒絕一切低沉，無論環境如何，神必叫我大大得勝。阿們。